定義。總結。網頁內容主要介紹了 BS7671/2018-18 Edition Wiring Regulations 中的第二部分，強調了理解該部分中的定義對於正確解釋和應用電氣規則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定義。本部分的 BS7671 提供了貫穿整部法規所使用的術語定義。理解這些定義對於正確解釋和應用法規於實際情景至關重要。2.1 解釋理解法規中關鍵定義的重要性。BS7671 為許多術語提供了特定含義，正確理解這些定義對於以下方面至關重要：準確解釋定義確保所有人都能準確理解法規中使用的術語，避免歧義與規則的錯誤應用。有效溝通對術語的共同理解能促進設計師、安裝人員、檢查員及其他相關人員之間的清晰交流。正確應用法規取決於對關鍵概念的定義的理解。考試成功，在第18版考試中，定義部分是直接考核內容。2.2 提供清晰簡明的定義。以下是 BS7671 第二部分中的一些關鍵定義：電氣技術人員 （Skilled Person Electrically） 具備足夠的教育、培訓與經驗，能在電氣系統作業時避免危險的人員；電氣受訓人員 （Instructed Person Electrically） 由具備電氣技術的人員適當指導或監督，以使其能夠避免電氣可能帶來危險的人員；普通人 （Ordinary Person） 既非技術人員，亦非受訓人員的人。過電流 （Overcurrent） 超過設備或導體額定值的任何電流，包含過載電流與故障電流。過載電流 （Overload Current） 發生於正常電路內的過電流，相較於導體的載流能力而言過高。故障電流 （Fault Current） 由於絕緣失效或短路導致的高電流，屬於因故障狀態而產生的非預期大電流。接地連接 （Earth Bonding） 將導電部件連接至主接地端子，以提供低阻抗路徑，確保故障電流能夠有效流通。外露導電部分 （Exposed Conductive Part） 可觸及且在故障情況下可能帶電的設備導電部分。外來導電部分 （Extraneous Conductive Part） 不屬於電器安裝的一部分，但可能引入電位，通常為地電位的導電部分，例如水管、燃氣管或結構鋼材。電壓分類 （Voltage Classifications） 特低電壓 （Extra Low Voltage） ELV 不超過50V 交流或120V 直流。低電壓 （Low Voltage） LV 超過特低電壓但不超過1000V 交流或1500V 直流。以上僅是 BS7671 第二部分中的部分定義，為確保準確性與清晰度，建議查閱完整的定義部分。